台南市美术馆对启用到现在，持续吸引喜爱艺术的民众前往参观，加上各种的展览，甲充满特色的外观，也成为南台湾重要的艺文空间之一。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台湾艺术的发展，新上任的馆长林玉纯也规划将台湾艺术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规划相关的展览，让民众会使熟悉这个台湾第一。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是美术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擘画。那台南美术馆呢，在面对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就是重整或者是在深入研究的状态之下，我们都是会有一些主轴，比如说是台湾美术史上的第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会把它请到台南来比如之前我们做过那个郭雪湖的那个新来收宅的展览，那就是我们台湾美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匠人级变成大师的艺术家哈，那也是生命历程非常长。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就是会有廖修平老师，他是版画第一人哈，那也是在台湾美术史上教育英才非常重要的人物。同时，因这台南建成400年，美术馆也将会以过去台湾发展的历史，以海洋甲岛屿为主题，规划相关的展览，用艺术来看到历史。我想，我们从现在就会开始处理台南这400年的历史的脉络，所以也许我们年底我们已经开始在筹划研究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呢，在台南以台南为中心来放眼台湾的这一个400年，那就会有跟荷兰或者是西班牙以海洋跟岛屿为中心的一个策展的方向，那是一个馆内的同仁的研究能量的一个就是要累积，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个议题。那以今年为开始，那我们会持续一直这样的一个方向哈，然后岛屿啊、南方啊，跟整个的就跟世界的接轨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会跟其他的学界我一定会跟善于运用我跟学界的资源，然后找很多相关的老师长，还有就是研究者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好好的把这个问题来把它厘清，或者是让它更丰富哈。除了本土艺术家的展览，将要伫年底登场的奈良美智特展，馆长也强调，将要让台南成为上特别的一站。同时，美术馆也会运用研究中心来对台湾各项的艺术品来做研究，提供未来延伸来做运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